开一个吼，开一个好不？再多一个，再多一个，加边啊嘛，较开一点嘛，较开一点，打得很快哦。拉完一个，拉完一个，啊，拉完一个啊。中银正港中银旗下电缆人开天两人上线之后，电话声讲袂清楚，电话声讲袂清楚。哦，光线声讲翕袂清楚。拢翕袂清楚，背景没有办法。中上线卡，中上线卡，中上新名电缆人开天两人，中州新名开天两人，优惠进行慢慢的，信徒我天啊！人家另外一只手机拍得这么清楚，这一只遇到强光都没有办法。看人家那个。欢迎这个我是新名何必？用准开天圣王。现在怎么可以清楚？刚刚什么一片模糊，现在看得比较清楚。还有第二天呢，给他给一点了，他不要冷静了。武界堂啊，他无参加第一日咯。武界堂参加第二日。我今天都唔参加两日。然后，新娘太子宫啊，咸水河碧宫啊，新娘河碧宫，新娘河天龙宫，新娘铁线桥，黄界宫，新港红天宫，北港朝天宫，后壁会家东太阳宫。马祖我讲有7尊啊农历2月15日开张圣王圣诞。在恭祝开张圣上圣歌，为公理天上圣吉安绕境活动，绕境大2天，今天第1天。
早上7点点那个中山骑马炮。中山县啊，中山县啊，河滨江，诶，中正要镇啊，中州县啊，河滨江，牛尾1万年。中原镇啊，中原山县江。手机可以拍得那么清楚。8点多了呢，晚上8点多了，好像7点半就开始了吧。今天第1天呢，还有明天呢，明天还有呢，明天武界党来参加，还要跟这个。欢迎，今晚大家，今晚他们要参拜。今年开始早上都有人在天练，早上也有。新宁延平进旺湖早上也有看到。新宁龙胜宫。龙安湖。北边有社神团，有请那个小华团，小华团，为明天绕境内路经过做准备。中山县甲中山新名太阳宫，中州新名太阳宫，有火了了，全城里进度完成啊！来，拍完一个，那就再扫一个哦，因为这样再扫一个好不好？好，拍完一个啊，拍完一个。再扫一个，再最后一步好不好？再最后一步。
明天还有那2天绕境，今天7点半，像7点半就有电入庙，8点16分。用上进茶，用上进茶，用就是名大的这样用，用路从容，优惠欢迎他。我的建中，建中。中年新娘，不接受爱情性能，一年安装的上进数号。
中央开张式，永和宫也是开张圣，宫开张圣，开张圣王唐朝伟人陈元光先生，元朝的元旦的元，光有影的光，唐朝的很好的入米官，开挖福建漳州。有功于事，有德于人啊，所以能够做神灵。有功于事，有德于人民，所以能够成为神灵。有德宫的区块，开张圣王的区块。高贵，高贵。今年部即将开行圣王上进士哈，我们的董事长吉安到现在内会跳，可以搞。哦，遐可以搞，就要遐济人去练。魂魄团体我入庙的时候有个鸡桶会去搞的。你好，这边有，这姜，这新村的鸡蛋。马湾村的人，月娘家的就是大间马湾村的配合一包好不好？大家有看到，其他的烧饼就太济啊，配合一包好不好？马湾村的配一个切一包马湾村的我做大家看我做大家看韩国庙系统有拿的五宝珠是鲨鱼剑、刷鱼剑呢，鲨鱼那个脊椎骨的鲨鱼剑。五宝还有红棍呢，金壶红杆气骨、七星宝剑七星宝剑、鲨鱼剑、红棍、红杆就是刺秋，还有哪一个金虎然后金魄骨头五宝，德三宝、道教三宝、道经师、佛教三宝、罗华生、道清的三宝、关节印。名师指点开玄关，他传口诀，教合同手印，关节印将来到蓝天我们要对照这三宝。中山圣驾，中山圣驾，中山名不中，刘爱新是800年，刘爱名
完全力竞夺冠军啊！谢谢啊！谢，我家了咱谢谢，麻烦一下。现代艺术团要表演了。咱欢迎今年铁柱现代艺术团表演，准备要表演，大家参加过来一下，参加过来一下啊！这神教哦，会结婚的，神教会结婚，我要地方啊会结婚。无血而处，对男孩这一道一个会有音乐的送上 YouTube 啊，通常那个音乐会被要求那个版权。现代艺术团哦，精彩的表演，有的会换音乐啊，因为那个音乐被要求版权。咱迄个新歌要入来吼，韩国等个新歌要入来吼，光新性价，光新性价，光新性啊，版的。
明天还有，绕境了，昨天就15号，农历2月15，开张圣阳圣号。你看月亮已经很圆了。中上圣驾，天chúa新的阿曼在等，如会真心慢慢游，游恩了了传神意，信徒完成啦。欢迎，热烈欢迎，今天的新群农府有主理委员第3名选项，全体委员张福祝，台中市不进展天chúa。我交主理委员5秒分，在全体委员40万，我哋感谢再感谢。天平金龙，开展市场天平金。中原圣驾，中原天平群农府开在兴隆，圣驾年红国的东北江上至数号。明天还有2天绕境，今天第1天，明天晚上中上圣驾，中新名的新群农府开台庆哦，油会关闭吧。开台庆，天平郡郑成功大庆，郑成功大庆。往东边要去奇美医院那条路，然后集水溪旁。要往那个后火车站，新营有后火车站了。2019年中华民国108年生效猪年，新营后火车站已经在用了，新营后火车站已经有在用了。联名金黄五就在后火车站往南，然后再往左边，在集水溪旁。还没有到奇美医院，还没有过集水溪桥。天平去去也没有见效。
茶，中原新娘用信中北位新地，一年通光明上进速乐。已经入庙1个钟头左右，明天还有，明天晚上还有。明天还有五戒东站境，天恩堂2天站境。中上线茶，中上新名中庆丰，在进行慢慢有加料全国内进口温茶。在新东国中南边呢，龙盛宫，还有赵清水祖师，还有赵圣武天地兵赵子将军。中民进茶，中民要放不要低调。东边金国高中、新东国中的南边。今年火车站北边那个平交道附近有那个好像土地公庙那，其实那是龙盛宫五营里面好像哪里那个有龙盛宫5个营，中营、东西南北营里面1个营，根据新营火车站那个平交道那个好像土地。龙盛宫龙盛宫去年也有那个绕境大阵容很大，连水户地公都来参加，好像今年好像太普通了。今年我们要土地公，还有镇南殿五福庙，济安宫大庙，真武殿，连天上帝宫庙，4座大庙，然后空天堂啊，龙盛宫啊，长安的外套堂啊，金堂啊，天后宫啊，慈惠堂啊，护庇宫啊，泰安宫。连边地都有，还有很多庙。入庙已经1个多钟头了，明天晚上还有。2天绕境。西宁王公庙土地公绕境活动。西宁太子宫庙做仙翁，连水户地公有烟花庙全力进夺我是他。
哦，龙安路哦。啊，玩家不是重点啊，有名在这里啊。哦，龙安路在新东国中南，新东国中的东边啊，新国高中东边啊。新有的新发展的东区啊，东区发展的新国高中东边的东区，新东区啊，新东社区发展的很快。纽约大天呢？大旗啊，那个旗子叫大旗，很好来。神教前面那个远远的伞，那凉伞，你看，有人带天链的，你看拿扫把在落地扫，还要搬那个马草水，拿咩草水，妈祖庙的是搬那个花篮，可以了。天子门原住文心啊，天子门生。看有人在前面代天行送。鸡童都要前去呼叫，你看鸡童都要前去向前去迎接，还有扶神教。天主殿也是这样，迎接上帝爷公也是这样，要向前去迎接神尊圣教，那扶着神教一起入庙。通常入庙三进三退明天还有哟，今天7点半入庙，已经1个多钟头了。今年太子宫做先锋的。那盐水护地公都有在参加，今年护地公，北港朝天宫妈祖都有请过了，新港奉天宫妈祖也有请过了，北线桥通济宫妈祖也有请过了，后壁下茄东泰安宫妈祖也有请过了，新营都有，还有天后宫、家乐福西边啊。天后宫也有妈祖宫，那西宁护地宫也是供奉妈祖。七尊妈祖，七座公庙的妈祖。牛会精神万万年，牛烟命命传千里。看盐水护地公啦，新营太祖公庙，有人带天链啦，都参加那个庙会。还有请北港妈祖庙、北港朝天宫妈祖，还有公园、新港奉天宫妈祖，还有公园。后壁下茄东泰安宫妈祖，还有新营的是铁线桥通济宫妈祖。
盐水护地宫也是有妈祖，新岭还有天龙宫也有供奉妈祖，新岭还有护地宫也是供奉妈祖，新岭护地宫就是从盐水护地宫分过来的。太子宫那边也有护地宫，也是从盐水护地宫分过来。绕境活动已经入庙已经1个多钟头了。前面的1个钟头很多人，现在人比较没有那么多了。你看，开张圣王的乩童都要向前去迎接圣驾。护壁宫呢，还有盐水护壁宫盐水护壁宫，妈祖庙。阵容很庞大，这个叫仪仗。来这边，这边老师啊，这个北馆，麻烦些，咱们啊，这个北馆，
就是北馆，天主门是那个南馆比较多。比较好看。南水户毕公，南水户毕公墓。中年一下中，一下中，新干红的就黑什么？中华我们东北中这个。前面是新港望天宫了，后面才是北港朝天宫。就人家吼，等下留一个咯吼，我新三马吼，要时间在这，麻烦一下，这吼，新三马在里边，再来车尾来，新车尾来吼，再来新车尾来，麻烦一下。还有北港朝天宫也有。哦，第一天，昨天就恭迎妈祖到洪济宫了。下茄东泰安宫妈祖，哦，妈祖软身妈祖，要请妈祖很有希望。对的吼，上来咧检查表的，是妈祖，神尊啊，很高大，很大尊。那个检查表吼，你过一下好不好？麻烦一下，后再看看哦，高表演哦，麻烦一下。哦，神龙，舞龙，表演，优秀。
公园，还没有建完。有新港澳天宫了，马祖的神教也有北港朝天宫的哦，马祖神教。哦，三星，好，三星。这是铁线桥通济宫的铁线桥通济宫的妈祖神教。哎，对了，铁线桥通济宫吗？对哦，对，铁线桥通济宫吗？新宁铁线桥通济宫吗？神教。两天绕境，明天还有金牛王公庙通济宫4年一次绕境活动，4年一次绕境活动。中年式的中年下家当，太阳升天永进道，下家当那里。好多要前进。软身妈祖，纯真的软身妈祖哦，神像很大啊。后壁下车通，太安宫妈祖是。用于里面在生意，用公社红妹，你通过没有上进数哦。哦，那个太天炼的王马，有人太天炼的王马。怕鞭炮声哦，不猛哦，怕鞭炮声，听到鞭炮声就乱跑。大象也会害怕乱跑。太安宫妈祖神像，软身妈祖神像很大尊啊！哦，王马，有人在天练的王马。
国108年，2019年，己亥年，生肖猪年。哦，你看上面有那个有令旗啊，还有圣旨啊，王令啊，王令啊，有令旗，有王令啊。也有神像就绑在马背上的，没有神像就安，说要说安，对神像要恭敬，安放在马背上。哦，要说金哦，黄旗王令，黄旗而已。哦，3匹马，先令旗进去，然后再来是王令。哦，金哦，要说金哦。开张是我们圣诞是2月15号，要提前办到进活动。3天有活动，第1天是就连妈祖，后面2天是绕境。4年1次，4年1科。哦，金哦，王令，他恭迎王令入庙。那马叫王马。哦，官将手，官将手，36官将之手。官将手，哦，这么多东方。官将手，入庙一个高中头，1点半入庙到现在9点多了，超过一个半钟头。官将手36官将手，北部发展起来的，八家将是南部发展起来。八家将是南部的政府，官将手是北部发展的政府。官将手36官将之手。东龙皇宫真人扮那个36官将，你有主要的这方面。
英雄天朝官将手。好像花莲有那个官将手是女生，官将手是女生换。将手。官将手。我们同济中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我们同济刘先生。哦，神将，新增加了神将，圣将军，哦，顺将军，还有健将军，顺利孝顺的顺啊，胜利的胜，还有宝剑的剑，印剑的印，官印的印，新增的2019年通往100元单，生肖猪。新增加了神将世尊，庙内也有世尊，道境也有世尊。哦，主委换女的呢。神将先增加世尊。哦。
王公庙神将新增加4尊，绕境的4尊，庙内也有4尊。要放烟了，要放烟了。啊，车子要改从这边过去啊，到了北营将军那边再转左边，接到台风正路。哦，看这边要放烟火，车子不能过去。再绕到北边，往北营将军那边。然后北营将军那边再往左转到中正路。哦，要排放烟火，要放烟火。哦，鞭炮很特殊的鞭炮，排炮。65,000岁开张圣物。哦，入庙从7点半到现在9点15左右，入庙快要2个钟头。明天晚上还有2天绕境，4年1次绕境活动。哦，你看，要有鞭炮，还有金纸。直播的影片哦，在自己的手机上没有存档，要用那个手机程式 APP 叫萤幕录影来录哦，才会存档。YouTube 的直播哦，结束以后还有影片档可以点哦，点阅。那也好像没有干嘛，那也可以直播，但是烧金纸了，烧金纸还要刀，鸡桶还要用7星宝剑嘛，不，杀一剑那是杀一剑。哦，要半跑了，要半跑了。哦，神教要过河，没有，神教不是过河。从最高的90岁哈。哦。要绕几圈呢？我要绕几圈？
烧纸，也有放鞭炮，鞭炮围成圆圈。神教要绕3圈呢，逆时针绕路，逆时针绕。绕3圈了绕路面。我们的东正江之水要台前建龙，要台建立。开张圣王，神教开张圣王，神教入庙。哦，入庙从7点半到现在9点15分了。9点15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从浙江常务进队，明仔欢迎大家到现场。恭喜大家先前代表领安康的参赛，我们今天是球在往东进，我们球在不在，球里这里球平安神将圣将军、顺将军、剑将军、印将军、剑印，世尊神教，新增了的，今年新增加了。庙里面也有世尊。6点集合哈，6点集合哈，咱现在要出发了，下课了，明仔哈，麻烦水时个，明仔哈，分享的不完哦，明仔准时一个哈，麻烦一个哈。感恩啊！谢谢，感恩。感恩啊，谢谢。对啊，这样集合了，明仔。神将后新增的神将的世尊、圣将军、顺将军、剑将军、印将军，胜利的胜，孝顺的顺，宝剑的剑，官印的印，印章的印，里面也有世尊神将。委员哦，来办公室一个，委员哦，来办公室一个。看神将都要这样表演。麻烦本乡行政委员来办公室一个，行政委员来办公室一个。你看哦，很挺啊！你看哦，很挺啊，可以啊！哦，你看可以练成这个哦，威武！你看很挺，腰杆很挺直。
后陛下接通太阳宫天上圣。这根我不清楚。这宫，红旗宫妈祖。红旗宫妈祖。现桥冬季宫上线。新港奉天宫，新港奉天宫。北港朝天宫，北港朝天宫妈祖的神殿，北港朝天宫妈祖神殿。同济宫中坛元帅，同济宫太子爷宫，同济宫太子爷宫，先龙关，太子爷宫是元帅。金牛王公庙，同济宫中坛元帅。太子爷宫神将，太子爷宫土地公。太后财神将，你这特别是直接放在地上，好像是用那个圆桌垫在地上，神将不能直接放地上，你看，要有那个要圆桌哈，你看，要圆桌先放，然后再放神将。女生有搬得动，这样，女生有搬得动。要有练过才有办法。神将啊，神将要放在那个圆桌上，不能直接放地上，先垫圆桌，
拜拜的香皂，拍摄拍摄。那金纸有个机动的背，哎呀好，烧即马哦，放在水，哎呀，变落单啊，落单即马就啉咩客时，那点咩客时啊？意思了啦，啉咩客时？你无了袂使用放头壳。感恩啊，感恩咯，感恩啊，感恩咯。你落单啦吼，啊，感恩出去，谢谢谢谢。你落单啊。看你们落单啊。你入去啉咩？去把车啦。哦，啉羅丹啊，吼，感恩啊，喺啉羅丹哦，有來廟嘅當啉羅丹嘅，馬仔有會哦，新娘講廟當這種。阿奶阿奶，阿你係咪下谢谢谢谢，好好，诶，这样还不好，好好，谢谢谢谢，感恩哦，嘿嘿，会当啉着羅丹的水，個感恩的。手買準備，感恩哦。塗骹咧，免偌濟，啊，等者意思，啊，忙到塗骹哦。我是你好少啊。啉無完，忙到塗骹哦。啊，有好條，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哦，所有人來參加。哦，來廟只拜拜啦，食羅丹，感恩主俾，感恩主俾，感恩有父親世主俾，感恩阿長師王主俾，感恩阿祖主俾，感恩太子阿公主俾，感恩劉老尊神主俾，感恩還有拜文，還有拜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主俾，太水神君主俾，王爺將軍主俾。哦，感恩，我哋講自己，係做成嘅自己，有啲真誠自己，感恩，好辛苦。我哋呢啲我做，呢啲係我。外國人都嚟睇啦，加上外國人都嚟睇。外國人都嚟睇，你看。外國人都嚟研究。哦。那抚顺将军，抚顺将军是。抚顺将军
好好的好呀，好印将军啊，一直看。哦哦。你这边落橋嘅，唔小心唔知啦。係啊，見先俾落橋嘅。見中咩條橋？靠！靠邊個靠邊你靠，靠邊你靠。聽馬座新村，公共車馬座新村，公車馬座新村要太靠近旅館，太靠近旅館了。跪着，你看他跪着，跪着起，你看他跪着，软身妈祖神像，软身妈祖神像，他敲钟擂鼓，好经理过。哦，你看，要侧身，然后要侧身，然后恭敬的侧身哦，原来是软身妈祖神像。哦，要神教还要这样，神教还要这样。哦，他们哦，神教还要这样，你看，哦，陛下接东开人宫。天上圣哦，软身妈祖神像很大尊，要这样恭请神尊哦，然后呢，到那个后殿哦，正中央端坐哦，你看要敲钟擂鼓，要请神尊进去哦，要敲钟擂鼓。放烟火，来放烟火。好了，关门。可能。哦，放烟火还放那么多人。哦，来放烟。
哦，入庙完了还放烟火放那么多啊！入庙完了还放烟火放那么多。哦。哦，无简单，无简单，看，安尼看会出来无简单。那就老。我拢爱顺呢。哦，做香的，谢。哦，慈义园义工很难，慈义园菜艺都有建设，慈义的一定要好好规训的建设，立法委员的建设，还有陈廷辉。哦，来庙这边还可以吃螺干哦，点螺干撇下，把螺干撇下。感恩啊！哦，用那个香灰，用那个香烟来净一净身，来绕一绕。绕香炉用，顺时针3圈，逆时针3圈。地条门请，哦，解神针，好中门。哦，最好不要从那中门走进去，要从右边。我们一般的人应该要走右边的人进去哦。然后进去以后拜从右边的门出来，要入龙出虎口，入龙出虎，入将出入相出将，出为将入为相，文武双全。东边的代表生，西边代表不是生。感恩啊，明天还有啊。他们赶得到现在就好了，谢谢大家观赏。外国人也都来拍呢，外国人也都研究那个庙会，研究信仰都很有兴趣的，所以要懂那个礼仪啊，都要从右边的门进去啊，拜完了以后要从右边的门出来，对神明有恭敬的心，有三鞠躬啊，最简单的三鞠躬礼。有的时候要拍神像，还要先鞠躬啊，先表明说要拍神像，这样比较好，相机比较不会坏掉。好了，感恩，谢谢大家观赏呀。